配合台南400举办这个老树的巡礼那从7月10号开始，第一场次到9月28，总共办理了15场次的老树巡礼。那这15场的话，包括12个行政区，我们是希望说大家来找老朋友的那种心态来台南玩，来看一下老树。当然你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来看文化古迹，或者一些你饿的话，可以来吃我们台南的小吃。我们另外的话有出专书跟所谓的绘本希望说小朋友能够了解我们这342棵的树木是接下来它的一些基本的知识，我们也希望说来了解我们政府机关怎么来医治它，来进行所谓的树木保护的议题。台南市农业局这边有这个机会来办台南400森林活动会当引起大家人对着城市的树木的注意，唔是逐层做好，但是咱会渐渐愈好。这就是讲一个咱台南市的幸福啦。因为要栽种树会当利用这3个字，爱有正长的时间，咱爱有需要正有的眼见，才会当来选择栽着一丛好的树出来。咱南部因为气候足好就足济树实是拢正好，栽伫对的所在，栽对的方法，较会水，较会好。但是栽伫新稻树，伊是完全无好。但是呢，伫这个旷快所在，伊会大甲足久。大家都问说树到底要怎么样的保护它？那我们以现在的这个台南公园来说，你会发现树为什么长这么漂亮？您可以望眼望去，它的根章可以在土地上很自由自在的扩展出来，所以它可以长得很高大。那人们在树荫里面的这个舒服度，相信大家也有感受。那很多人会问说，那我们怎么样来保护老树呢？其实最简单的一个，至少不要轻易的去刮它，然后砍它，甚至塞垃圾。只要做这么简单的几个动作，其实老树都可以活得很好。对，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一点点的用心，让我们的夏天可以更舒服。那都是因为这些老树的关系。那邀请大家一起来关怀老树。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台南市的农渔地景老树巡礼。我们在台南400年的现在，我们当然是要找出一些值得我们缅怀的地方那老树就是大家特别喜欢流连忘返驻足的地方。那台南现在列管了300多棵老树之外，其实有很多可能还没有被发现，还没有被这个跟我们台南市府农业局来这个呈报说我们还有哪里地方有老树来鉴定一下。像我背后这棵菩提树就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相信这些列管的这些老树都会获得很好的保护。可以看到像它这棵菩提老树，不管它的周边的环境，或是它可能枝叶根系的生长，都会得到政府的一个相关的活动的保护能够让它不会被受到人为的破坏了。那所以我想老树巡礼总共有15场，遍布在台南市的各个地方，欢迎大家一起来密切关注在我们农业局的网站。那希望一起来共同来保护老树，爱护老树，也希望延续我们台南古都这个老树的生命。你好，是阮家欢喜看7月3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每到迄热，上届受到家长、学生介意的新世代珠宝营，今年第一梯次国小组正式登场。主办单位中嘉宽屏三冠王相助车团队设计课程，来让小朋友了解新闻安怎来。嘛邀请安南区区长魏文贵、甲5条港里长沈连泽和大家实地采访。同时，今年也特别加入 AI 学习的课程，让学生运用上行的科技来创作。他瞬间把投影片都做完了，你有没有觉得很棒？好快哦！很快，对不对？论起今年的新闻关键字 ，AI 肯定名列前茅。
2024新世代主播营今年的课程安排，特别邀请到南台科大黄琼英老师，教导学员如何使用 ChatGPT、OpenAI、API 等，让小朋友亲身体会 AI 所带来的便利。AI 你要叫他做一首音乐的话，现在非常的简单，你连字都不用写了，你丢一张图给他，你就说，请根据这一张，你也不用跟他讲的，你就直接图丢进去，他就根据你给他的图，它就生成音乐了。我觉得这一次的新世代主播营让我学到许多 AI 的知识。印象最深刻的那些软体，为什么？因为很有趣，很酷。现在最流行的一些虚拟主播啊，或者是克隆自己的声音，那也了解到 AI 现在的趋势，还有在生活中怎么运用，同时可以帮助到小朋友他们在课堂当中的学习，可以把 AI 应用在学习的领域上面。除了学习 AI 科技新知，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主播郭文吉也向学员分享新闻采访技巧及新闻撰稿要点。同时，为了让这些小朋友更有在新闻第一线采访的临场感，主办单位更邀请到安南区长魏文贵、里长沈连哲来担任受访者，让小记者们问到饱。因为受到极端之后，该做的一些掌握。学到主播跟记者他们在播报上面的一些，就是要怎么取材跟采访。你对新闻这个工作觉得有兴趣吗？其实现在的这个青少年，他们觉得对新闻都有一个很好奇心哦。那我们觉得希望让他们透过这个新闻课程的练习，包括新闻稿的制作，还有这个实际的采访演练，让他们确实知道说，新闻记者在线上实际上执行的过程大概怎样。特别在这一次的台风过程当中，大家看到很多的灾难，或者透过地震的这样的画面，让大家能够实际上去演练我们怎么样去实际上能够把第一线的消息传回到棚内。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在地深耕20年，用专业、用心和创新举办各项公益活动，提供在地民众亲近媒体的机会。例如新世代主播营，因为课程有趣又具教育意义，不少学员更是连续2年参加活动，相当受到学生及家长的欢迎。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文化部公布113年度第24届金视奖入围名单，其中由本台所制作播出的市民心声节目入围了公共论坛节目奖，同时主播陈碧纯嘛入围主持人奖。节目以台湾灯会结合台南400、大台南观光城的准会，以及台南市名列交通地港第18站来探讨，得到评审高度肯定。文化部影视甲流行音乐产业局公布113年度第24届金视奖入围名单。今年金视奖总共有52间业者，243件作品报名，经过将近2个月评审甲讨论，总计选出15个奖项，61件入围的作品。其中由本台制作播出的市民心声节目，入围节目类的公共论坛节目奖，以及个人类的主持人奖。市民心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市民心声节目。咱台南市今年上届重要的大代志，就是台南400。所以国际性的大型活动，2024台湾灯会，都特别的甲咱的台南400来做结合。市民心声节目是以台湾灯会结合台南400、大台南观光城准会，甲台南市列名交通地角第18站为主题进行探讨，邀请文化局长谢世渊、教育局长陈新辉、交通局长王明德、市长处处长王俊博以及多位学者专家、艺术家以及民意代表到节目现场讨论。有一个节目内容得到评审的肯定。市民新声节目从民国95年直播到现在，已经18年的时间。那18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理性、客观的立场来讨论台南市的公共政策。我们相信真理越辩越明，未来也希望秉持这样的信念，继续来扮演媒体监督的角色。金视奖奖励目的是要鼓励有线电视系统业者制播由一个地方性节目，为地方民众
提供多元的服务。今年金市奖大好是第24届，嘛正呼应优线电视系统业者转年无收24点钟播送节目陪伴收视后的用心。113年度金市奖颁奖典礼8月16號將在台北市南港、台北城基園區多功能廳舉行。預計頒發15個獎項，觀眾朋友會當透過金市獎 YouTube 頻道、FB 社群媒體、甲數據線頂 OTT 平台等，同步收看頒獎典禮實況直播。台新聞綜合報道。台南青少棒代表隊日前伫菲律賓代表台灣征戰，摕下亞太區的冠軍，將前往美國參加世界錦標賽。不過因為出團的經費不足，所以透過立委陳廷輝議員陳一丁甲尹愛達理到募款，31號民間企業已經列下捐贈40萬，希望讓選手順利出國比賽，拼世界冠軍。由明德、彰明、安順甲金城4間國中15名的選手組成的台南市代表隊，在113年陽盛銀行杯全國青少棒錦標賽一路過關斬將，摕下冠軍。而且在過了21年以後，首度摕到代表咱國參加2024年美國小馬聯盟小馬級亞太區青少棒錦標賽的資格。預計8月4號要來出國參加美國世界錦標賽。立委陳廷輝甲議員陳一丁、尹愛達理等民意代表，上午嘛邀集民間企業共同捐贈，為選手來加油打氣。我想這個參賽權是非常非常難得的機會，尤其睽違了21年，我相信我們更有力量，應該結合更多民間的這樣的一個好朋友，來支持我們所有小選手能夠前往美國。那我們知道拿到亞太區的代表就已經很不簡單了，可是當要進入到美國聯隊這樣的一個比賽，我相信他需要的是更多的資源。尤其很多的家長現在都面臨說，希望他的小孩子能夠在國際間發光發熱，可是又擔心自己沒有那個能力能夠來協助他們到各國去比賽。所以我相信我們國家應該給予更多這樣的一個幫助，不論是政府的能量，或是民間的能量，有更加多力量來協助的時陣，讓咱優秀的少年朋友，還有我們的選手都能夠出國比賽，為國爭光。上午的捐贈儀式包括體育局長陳良前嘛到場致謝，因為之前要出國比賽經費較無夠，後來透過議員喺議會來提案，市府才編列了預算。針對這個比賽的經費，要求市政府一定要充足，那也得到不分黨派的這個附議哦。那也要求說，市政府這個相關經費一定要編足，不要讓這個選手出國比賽要擔心經費的問題哦。但是我想公部門的資源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啦吼。那我們還是需要民間資源的挹注吼，能夠讓選手出國無虞，能夠專心比賽吼。上午捐贈的企業有新順、高輝英澤以及桃喜甲露露建設。勝前5金頂，總共捐贈了40萬。李學校甲球隊嘛特別回贈感謝狀甲簽名球，希望會用讓選手比賽無煩無惱，為國家來爭取公贏。台灣隊加油！台灣隊加油！台灣隊，台灣隊，台灣隊加油！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為了關心弱勢甲偏鄉學生的健康，立委林俊憲甲議員蔡小薇名下台南善心單位共同關護台南市嘅受力戶學生，每禮拜有1擺免費啉牛奶愛心行動。今年總共有97間學校，大約600位學生受惠。照顧經濟弱勢學生是市府重要的教育政策，由立委林俊憲甲議員蔡小薇。每下育恆文教藝術協會甲潮水建設開發公司共同捐贈台南市永華區甲偏遠地區弱勢學生的營養乳品。日前佇文教藝術協會舉行捐贈，由着市府教育局副局長王坤元代表接收，並且回贈感謝狀。
感谢我们的文衡育教基金会的沈理事长，也是我们的侨聚建筑的沈董事长啦跟着我们的文董一起来做这样的善心发举。那也希望说公私合力啦这样的总共这个行为呢，这个活动呢已经办了第3年度了啦进入第3年度。那我们也帮忙了97间的学校，还有将近600位的学生，就是希望在弱势的小朋友，他们虽然在成长的环境上没有办法自己选择，但是社会的资源、温暖的资源是给予他们的。那也期许说有这样的一个牛奶捐赠，让小朋友在这个均衡饮食跟营养上呢，都可以获得充沛的这个资源。那最后也期许小朋友在未来如果有能力的话，也可以回馈到社会。为伫樱花路尾玉行文教艺术协会执行长文生言，甲着侨聚建设开发公司的董事长沈子仁，2位翁仔某白手起家，平常时发挥爱心，关境善款。关境的营养乳品活动对民国111年执行到现在，受助的学童超过1600人次。伫现场玉行艺术中心不但推广艺术的展览，未来嘛将作为公益推广的平台，将收益全部来捐做公益。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台南市真正是爱心行动不断，另外尊王爱心会嘛趁暑假甲北区公所议员沈振东共同举办北区幸福电影日，邀请区内弱势家庭来看电影。现场也准备爆米香、饮料，相当的大心，希望借此友近亲子之间的关系。小朋友手提着爆米香，面上充满着笑容。即天台南市北区的262位大小朋友来到全美戏院欢喜看电影。好开心，很期待。昨天晚上睡不着。这场活动由尊王爱心会和议员沈振东共同举办，希望会当透过电影欣赏，增加亲子之间的互动，同时发放物资以及1000块的补助金，希望会当帮助到需要的弱势家庭。发放其他纪念品、饮料啦、干拌面啦，甚至红包什么，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快快乐乐的暑假。哎呀，我们尊王爱心会的宗旨就是协助中低收入的家庭，可以走出户外，一起来全美戏院认识这个4、50年的这个戏院之外呢，更可以在这边看2轮片，那可以远离3C。在暑假的期间，也有一个很好的去处，陪伴让家长陪伴着孩子一起来共度这样的一个暑假时光哦。很感谢尊王爱心会。北区区公所嘛特别致敬感谢状，表示来自社会帮助，予这些弱势家庭一个温暖的支持。嘛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吸引社会各界加入公益的行列，共同让更较侪人受惠。台南新闻所会采访报道。由梦月楼主办的百人汉服夏日宴，今年迈入第2档，以餐会邀请介意汉文化的各界人士来共同交流。现场除了有市集甲互动式的展览演出，重头戏则是鼓励汉婚的典饰，吸引众人眼光。母亲替即将出嫁的女儿戴上发簪，梳妆打扮后，由媒婆递上红彩球，牵引新郎新娘进入会场。新婚夫妇坐下后，再一起享用3品荤菜，共劳而食。这就是结成100年之好的汉代婚礼。从一开始就是丈母娘的前面的仪式，然后到就是新郎来迎娶新娘的这个仪式，就是到最后就是合景的仪式，都非常的完整。这一次是第1次完整体验，所以非常的兴奋，就觉得很特别。
就可以推荐更多人来参与。在这场宴会当中，大家穿上不同朝代的服饰，深度了解传统汉文化的食衣住行娱乐，丰富知识内涵，还有亲子汉服比赛以及精彩的古风表演，相当热闹。第一次参加汉服夏日宴的活动，我这身上的造型是宋制的造型。传统本来就是应该要有人去传承，对啊，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也希望我女儿也能够感受到。难得在台南的400年呢，能够跟大家呢有这样的一个盛会，近百人呢来到现场，跟大家来做一个互动跟近距离的接触，同时呢也会更深入的了解汉文化，不只是穿汉服，更是生活中的活历史。汉文化总会指出，身为汉人有推广汉文化的使命，但在台湾的关注只有在原住民或少数民族身上，所以汉文化这块相对弱势。期盼在台南400之际，能有更多的资源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汉文化就相对比较没有那么的关注，甚至会觉得说，是不是这个部分不用特别推广，因为还有略含了一点点的两岸意味的问题，所以在这部分的话，相对政府也会比较小心一点。所以在这部分，如果你想要拿到一些资源的话，也是相对比较棘手的。汉服代表它的每个族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标杆嘛，我想这个我们大家共同应该来协助他们，我们都能来参与，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发扬光大。主办单位表示，这届参加人数虽然不如去年，但明年的活动会更加精彩丰富，让大家都能来体验汉文化之美。记者说怀台南报道。台湾民间双种仪式当中，有一种传统顶头叫做看蒙歌，主要是看蒙魂。过去虽然是禁忌，不过现在无共款啦。其中咱后壁区的风中町看蒙歌团特别邀请到芭蕾奥运表演，让全世界看见台湾这项特殊的民俗。手持脚鼓法器请神吊降的红头法师，旁边有带亡魂过路关的昂姨，以诙谐的动作转换家属心情的老伯，还有头戴彩球帽、手持彩扇的小旦，4人配合着乐师弹奏乐曲，围绕着香亭演出。和其他义阵不一样，这个阵不是迎神明，是迎亡魂。讲咱人死了爱落地府，落地府行路关。就是看蒙歌负责拍开这阴阳界，带伊落地府，行过这地府的关卡，爱当关好行，关好过安尼。伫过路关的当中呢，就会安插一寡小村比如讲劝亡啦，劝亡就是讲放这亡魂爱放下。世间无论什么人，偌勇壮、偌好囝、偌好命，拢爱死。另外一部分就是咧讲。咱活的人嘛是爱有这个死亡的地格。看蒙歌的起源来自台南善化麻豆地区的传统民俗活动杂背条，是台湾特殊的阵头表演艺术，在早期的丧葬仪式中都能看到。除了有送亡魂平安、前往西方极乐世界的意涵，也透过表演以及曲调抚慰家属思念亡者的心情。不过，由于现代社会礼俗简化，已经越来越少见。这个看蒙歌阵啊，是真正是，台北这边是应该是讲全部是已经看无啊啦。我并无希望讲伊消失伫咱即嘛这么进步的时代内底，伊有存在的必要。伊会当安慰咱足侪人心肝底受伤的心，嘛当借着这个仪式。来怀念中咱心肝底所思念的迄个人。伫台湾经济当好的时阵，差不多40年前、50年前，迄阵台湾经济豆好起来。这个看蒙歌算讲伫短时间内一直唱起来。有可能办一个丧事，一个死人尔，但是看蒙歌请3-4阵，这嘛是有啊。以早迄年代是有安尼。所以讲这个看蒙歌的品质、唱念就拢无，就算讲功夫较无遐好。好的做好，歹的做歹。2016年，风中灯看蒙歌团正式成立，保留传统动作身段，统整代代口传，却因时空变化而零散的词曲内容，替看蒙歌的传承奠定基础。
今年更是以“拼出海”为主题，参与巴黎文化奥运台湾馆的演出。紧张啊！足紧张，惊咱表演了无好势。外国看到咱哦，看到咱这嘛足稀奇的呢，因为咱台湾啊毋捌过到遐，伊嘛感觉哦，袂歹啊，趣味啊。算讲，互全世界知影讲，咱这个台湾。啊，是毋是足公营的？咱会当互国际知影讲，台湾毋嘛是敢会当做半导体尔啦。咱的一寡文化底蕴啊、传统文化啊，尤其咱的文化内底拢有教育意义。从在地走向国际，把卡蒙瓜的精神诠释出来，让世界看到来自台湾土地深刻的内涵以及丰富的文化底蕴。即将收回台南报道。迄段期间，学生试过参加活动，不过因为诈骗仓手，所以台南市教育局嘛提醒学生甲家长，一旦活动有高额奖金，甚至连主办单位拢无啥清楚，也你家己来填写个人的资料，都一定要提高警觉，唔通被骗。迎接暑假，家长也积极帮孩子准备各种活动。以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为例，每一年都会免费举办小小主播营，活动有别于学校的教学，提供多元新闻媒体课程和寓教于乐的体验，进一步让孩子增进媒体素养，分辨假消息。但如果家长是在社群媒体看到儿童填设比赛广告，声称活动有丰厚奖金和报名的优惠，要民众加入 LINE 并填写个资来报名。经事实查核单位调查，发现很多都是假粉专真诈骗，当心一不小心就会有财损。民间业者常常会在网络上用比赛的方式来吸引孩子或家长填写报名的资讯，产生不少诈骗的案例。在这边教育局呼吁，如果有看到网络上有不明的这个报名的资讯，要特别留意，尤其是第一个，如果有高额的奖金，要特别提高警戒心，避免说因为高额的奖金而诱惑去填写不当或是不明的资讯。第二个部分，如果有看到这一个主办单位不太清楚的，要特别去留意，看看他们过去的这个粉丝专页有没有相关的留言，甚至是不是新成立的。第三个部分，我们现在的网站常常已经有这个认证的蓝勾勾，如果你发现这个网站不太清楚的话，要特别提高警觉。确实，避免诈骗已经是全民运动。在台南长期致力于幼儿教育的真真音乐艺术中心，除了设计各种幼儿音乐和亲子共学课程，也导入募集现场和焦点人物。要从小孩的口语训练开始，让他们清楚表达，说出好感度，并在活动当中融入防诈骗观念，成为孩子的第一堂媒体课。艺术中心呢，也在暑假呢特别规划了许多亲子音乐活动、艺术活动、黏土活动、绘画活动，对，相当多很精彩，然后很精致的活动。那特别，我们还有做了一个主播口语训练营。那希望呢，这样的营队呢，可以在台南市更了解，让孩子能够更了解台南地方，然后台南的美好、台南的韧性、台南人做事的顶真，还有一些建筑物好美好的地方。但是希望也在这个课程内容，我们也一直在强调，也灌输孩子诈骗这样子的事情会在生活中层出不穷，所以希望能够特别的注意。对，那也会对小主播们希望小主播能够去宣导这样子的事情。打击假消息，提升媒体识读，已经是全民的教育，一起让谣言止于智者。记者顾文吉台南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31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吉，咱再会。